要过年咯，调查是指出讲，今年的年尾奖金平均1.58个月是15冬来的新高，以金融保险业将近2个月上济，过来是建筑营造甲不动产咯，电子科技甲半导体产业平均是1.73个月，一般的服务业、旅游业甲教育出版大概拢是1个月左右。AI 长时行，互订单嘛跟得起样。伫咧真出名的科技大厂做制停工程税的嘛，一工平均做12点钟，虽望工课压力是有够大，不过领到的年底奖金是互人有够新鲜。目前任职于科技厂，那是生产线相关的工程师。年终分红就受惠于 AI， 比往年再多发1个月。不过来看传统产业受到关税影响，年底奖金缩求水。我在想说，我们往年大概都会发1个月的年终，那今年可能没有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字。根据人力银行统计，企业平均年底奖金，2022年1.34个月，2025年来到1.58个月，是15年来上悬的新纪录。也拿年底奖金上悬的产业，第一名是金融加保险，有1.97个月；建筑营造和不动产相关的1.79个月，其他的像讲电子科技。运输物流，还有医疗照护等等产业，嘛拢超过1.6个月。其他像讲一般的服务业、旅游休闲，年底奖金煞较后尾。尤其教育出版的年底奖金，敢若0.88个月。公共设施它也算是在营造业的部分，那在今年也有一些公共设施在跑。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因为呢，像是不动产产业在今年的状况不一定那么的理想，反而他们会需要呢用更好的福利留住比较好一点的人才跟这个业务人员。人力银行表示，2025年有65.4%的企业表示会发年底奖金，敢若7.2%的企业因为赚的平暗算的更较歹，确定无发放年底奖金2款样，是毋是过年了后会有换头路的趋势？要个等待评估。公司新闻由严竹、郭俊林台北报道。